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哇，又來同大家介紹東站嘅音樂節，係世界音樂節，今年係舉辦第3年嘞哦。呢個節目呢，當然都有同大家分享吼，韓國呢客家音樂，呢3年來都有參加哦。到底今年有乜個新奇豐富嘅內容呢？當然，大家好好介紹俾大家。我想一開頭，你先來看一下今年嘅官方嘅宣傳 VCR 廣告哦。2018最異國情調的戶外音樂節，邊唱邊跳，搖擺你的快樂。來自法國、匈牙利、以色列、厄瓜多爾、馬來西亞和台灣，橫跨南北半球的16組頂尖團隊，邀請您和家人朋友前來，放聲唱，開心跳，跟着地球腳步一起搖擺。10月19到21，台北大家河濱公園，詳情請上網搜尋2018世界音樂節在台灣。哇，看到了 VCR 當期台上愛到現場來感受一下今年2018年的世界音樂節的。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節目當中的來賓，還有2個來賓呢。其中一個呢係今年在台灣的世界音樂節的負責人，來歡迎 Paddy。大家好，奶奶馮佩迪，我是黃佩迪，我是2018世界音樂節的副策展人，很開心今天來到福氣來了，跟大家介紹這個活動。哇，分享！接下來呢係你嘅倆音樂好朋友啊，優秀嘅創作人，佢今年呢咪企上舞台同大家分享嘅音樂，你來歡迎 Misa 溫延生。大家好，我係 Misa 溫延生，歡迎今日同大家見面。耶，今日可以上台了哈！今日當歡迎呢喺節目當中，又會同大家分享倆安站台嘅音樂節，而且 Paddy 身為這個副策展人哦，最近呢董某很非常的忙碌，先同大家分享一下今年我們世界音樂節的主題和個時間地點，好嗎？今年我們世界音樂節在台灣的主題是邊唱邊跳，搖擺你的快樂。然後這個主題的發想就是我們在想這個的時候，就一直想到前2年我們的觀眾在台下是怎麼樣的模樣，就發現他們就是跟着上面的台，就是一直唱一直跳啊，然後每個人都好快樂的表情。所以我們想說，今年我們就延續這樣的主題一直下來。然後時間的話呢，是在今年的10月19到21，總共3天，地點是在台北的大家河濱公園。哇，故事竟然來到呀，就要符合主題哦！一邊彈音樂，一邊做的彈彈唱，韓國做的一邊跳舞，就是搖擺的感覺，聽起來就很舒服，對不對？所以呢，今年呢來參加嘅團隊就是有這樣的特質，就是可以讓大家就是解放自己，而且呢，今年呢，音樂節其實又動到團體。但是你們每一年在規劃的時候，好像都在跟自己的內心拔河，因為你要怎麼樣挑選團隊因為係台灣優秀的團隊，韓國來自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團隊哦，在這個取捨上，你們怎麼樣跟隨着這個你們的主題去選取最優秀、你們覺得最符合今年的意向的團隊呢？其實我們每一年，像我們現在就已經在為明年的團隊做準備了，然後也會收到很多的國外團隊或是國內團隊的自我推薦。然後其實每一個團隊他們都是非常的好，然後內容也是很與眾不同。可是我們在取捨的時候，最重要就是我們希望帶給觀眾每一年都是不一樣，是耳目一新的。所以第一個我們在國家的部分，我們就會取捨，就是重複的國家今年來過的，那我們明年就盡量是先避免掉。然後再來是一些樂風的部分，比如說去年的樂風的話，我們有請過愛爾蘭的比較賽爾克的音樂的樂風，那我們今年就避免掉。對，所以我們會有樂風啊，然後就是希望跟往年不同的來做一些取捨。從國家韓國音樂嘅類型來做排列啦，哈，就每一年就會有某種樣嘅哈，所以讓大家每一年進到音樂節裡面，好像打開眼睛。到世界各個角落去看無同樣嘅音樂嘅元素啊！嗬，嗰時候亞擺呢係台灣嘅代表
Misa， 今日要去上舞台哈，要不要老大家分享乜嘅音樂呢？禮拜係喺自家嘅行業嘅創作為主嘛，因為我用客家話來寫歌曲，但係呢用嘅音樂嘅類型呢，其實都很廣泛，就從9年前啊，然後3年前我去過中南美洲，去過古巴、秘魯、阿根廷，還有墨西哥。嗰時候對我來講有更多嘅東西啊，其實係跨出去看到外面的世界的，保米兩種旅行中慢慢感受到的那一種，節奏啊、旋律啊，天天的變到自家嘅音樂地度。嗰時候雖然講用客話來寫歌曲，但係我也知道講，做嘅唔係頭擺嘅一種點點糖嘅歌曲，係真實愛本大家搖擺嘅種歌曲。有符合主題。係錯，禮拜就有上一張專輯嘅差唔多6、7條歌曲，我老大家分享埋嚟。就係白夜裳。白夜裳。哈，白夜裳我鴉片就有一專輯喎，白夜裳一張專輯底度吼。有人講一聽到，哎呀，Misa要把咩鬼咩怪哦，真嘅就安尼，就動發條嘅感覺哈，裡面很多很生動，我知道安尼動特群嘅女性，好就較乖部分，唔過安尼本大家聽到目標嘅 Misa 一動一靜，好咩非常期待，嗰時人講客家音樂第一個動展嘅舞台，當年就有參加，好咩本看到講。客家音樂就是世界音樂的一環嘛，哈，就係代表台灣一個動創有嘅民族嘅音樂了，哈，所以這一次的舉辦要讓大家搖擺。那從看你搖擺音樂節，有沒有覺得跟前2年有很大不同的地方？這2年，今年比較特別的地方是我們有邀請了幾個團隊，都是來自比較遙遠的國度。例如舉例來說，我們邀請了匈牙利的 Muscas 這個音樂家合奏團，然後也邀請到了從以色列來的葉門 Blues。那這還有一個是大家可能常常聽到，比如說我們從馬來西亞邀請過來，可是他是在馬來西亞的婆羅洲沙撈越這個地方的原住民的音樂，所以他們都帶有一些民族的色彩。對，我哋看介紹嘅時間哈，我也蘇紅就拿到一個 DM 嘅介紹，佢哋都就講，其實他有說這一次就是有神秘感。有神秘的感覺，我談到神秘，我就覺得哇，我嘅好奇心就被激發，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神秘？意思就是講，我們平常可能比較少接觸，也係講去離行嘅時間去旅遊的時候，你不見得會特別去一個小島，你可能比較去就是觀光客比較多的地方，哈，可能係較大嘅地方，唔過有青島嘅音樂，就是在世界各地是。非常值得被聽到的。秋地 N 嘅世界音樂節就有看到，我覺得也是因為這樣啦。台灣舉辦一個世界音樂節哈，已經被國際譽為辦得很專業跟很成熟了哈。好，嗰時候大家非常的期待。從Misa自家有種期待而看到乜嘅、聽到乜嘅冇？有，你來看到了隻就表演嘅名單啊，就知道講，像家下嘅講嘅以色列嘅種民謠，但係佢加名很多葉門 blues， 嗰時候又講係加了傳統嘅民謠，又唔係加了傳統嘅民謠，就是還有就是一個混血的音樂的一個概念，就知道講東期，它還有嘅厄瓜多嘅音樂啦，因為。我去過秘魯，厄瓜多就喺秘魯嘅面檔，係，但係我去秘魯嘅時間，我係行南部到東邊嘅山峰，嘅東邊嘅山咧就玩到安第斯山。嗰時候厄瓜多嗰邊也係有種一脈相承的那種山地的民謠。我記得9年前的古巴，我有讀到一張細妹一個小女生，真的很小，當10歲天天，佢就係厄瓜多來嘅。咁名人都 Amber 琥珀，想9年咧，嗰時候咧佢19歲了，唔知佢從細聽到睇乜嘅音樂，很好哦。就是當你自己出去走一走旅行哈，過來你聽到今年嘅世界音樂節這個表演，又聽到安好嘅音樂，就可以準備再去旅行了。真的，就讓你哈打開我們的眼界，開啟我們的耳朵哈。其實要辦呢個規則發通規包，還特別有安排了。
很多很多的市集摊位，而同大家分享，真的是很多超过100个摊位哦哈。在甄选的时候，听说快突破200个摊位来甄选了。对，今年的报名的摊位就是突破往年，然后我们今年收到190件的报名，所以我们的同仁花了很久的时间，大概5、6个小时的评选。但是因为每个摊位都非常的优秀，我们都很想要把它放进来，可是我们的场地就是太小了，所以最后面最后留下了110摊位，所以有音乐的铺子，然后也有那个手做的，也有食艺。然后在食艺的部分，我们特别也是希望把一些异国风味带进来，所以今年会有俄罗斯的餐饮，然后马来西亚的食物、印度的食物。哇，很丰富哦！当然，今年还有一个特别强调，就会做在亲子乡下来参加，爸爸妈妈都能生日，到底係怎樣嘅情形呢？等一下呢，請大家聊一下，在我節目當中繼續來談2018嘅音樂節精彩嘅內容哦。جمال الاختلاف وقوة التشابه بيننا لما أشوفك أشوف اللي خير فيك أستغل لحظة الروح لو توصل للرضا أستغل لحظة إيمانك لذكم أقوى خيرت أعمالي العالم تغير معه لما أشوفك أشوف اللي خير فيك أستغل لحظة الروح لو توصل للرضا أستغل لحظة إيمانك لذكم أقوى International est la magie. Bien. International est la magie. Bien. Bourgeoises et soulettes, soyez comme vous êtes, tous dingues, épousez-vous.哇！一边唱一边跳，摇摆夜快樂，家下看到了 VCR， 知道幾聲音舌頭能跳起來啊！所以有16組嘅人出團隊，邀請大家到2018世界音樂節咯。剛才你看到安道嘅團隊，大家覺得光是看這個預告就已經非常好看，都好看嘅哈。同大家好好來介紹一下今年嘅演出嘅團隊哈。來，有準備，等等，來 Patty 同大家介紹一下好嗎？好。我就一天一天来分享一下。10月19號第一天，禮拜5的晚上的話，我會特別推薦的有2場。第一場當然是我們客家的先驅音樂，就是陳永濤老師他的音樂。然後他這次的編制也會跟他過往的編制比較不一樣，他特別為了我們世界音樂節的編制有點增大，所以曲目的部分有特別的安排。我要辦一個關子，從平常時大家可能看到阿頭哥13人哈，拿着這個民謠吉他來唱歌，不過呢，係講其實也個世界音樂節嘅舞台就冇共用哦，哈，好，韓國也個等等。對。第二個要推薦的團體是 Ilulado， 他們是來自馬來西亞。我剛剛說過，他們是婆羅洲的原住民。然後 Ilulado 這個詞呢，就是婆羅洲的原住民肯亞族的叫我們女性的意思。那我特別分享為什麼要介紹這6位，因為這6位他們手上拿的樂器叫撒佩琴。這撒佩琴以前在馬來西亞那邊的話，女生是禁止演奏的。
对，所以他们后来就是因为随着时间，然后历史这样下来的改革，然后变成女生也开始可以拿这个乐器，他们就是第一个成立女性的团体，所以 Ilulado 这个词就是我们女性的意思，所以整场表演就会是很优雅，然后外加一下他们带一些沙捞越的舞蹈，传统舞蹈。哇，其实你讲起来蛮女性主义的哈，因为前3枚有朋友去到马来西亚才有制琴师，他们去采访制琴师，有看到一个 key。还是有懂讲，原来以前这个琴是女性不可以演奏的。对，哇，好，黑工都先从你后弹一下，给大家演奏非常的优雅，而且他们还结合他们的舞蹈嘛，哈、对，懂好看。好，过来呢也是也太家己嘞，耶。这个是10月20号的话，这个是泰舞古谣传唱。那泰舞古谣传唱就是现在台湾非常有名的原住民的团体，比如说我现在也会带一些国外的团体去国际音乐节演出。那很多的国际策展人直接就会跟我说，我在网络上看到那个照片，他们是谁？我说是泰舞古谣传唱，我说那我一定要邀请他们到我的音乐节来演出。所以这次我们特别就把他们再邀请到我们世界音乐节上面，为的是希望台湾的观众也可以听听看这种国际性的音乐团体的表现。而且是不是他们这一次在音乐节也会做特别的规划？对，他们这次的，因为我们都希望台湾团体可以来音乐节，不要是外面都看得到的那种演出，所以这次的话呢，他们的编制也是有不一样，然后在编曲的部分，每一首曲子也都重新编过。然后这边先讲一下，他们这次还加了 DJ 进去，所以会听到一些小小的电音，加上他们的古谣。很值得期待。还有办法看过哎，因为他们一直都是用清唱的部分，用和声的部分哦，所以亚拜有一点电哦，哈，本来给感受一下。好，亚根呢？好，再来是10月20号的最后一场是 Yemen Blues。这个 Yemen Blues 这个团体呢，在国际间非常非常的抢手，几乎所有的世界音乐节或国际性的音乐节都会邀请到他们，所以我们这次很荣幸可以把他邀请过来。然后特别讲一下这一位上面这个图案，他是整个 Yemen Blues 的主唱，他叫 Rafid。可能会有人会觉得他叫 Yemen Blues， 可是为什么他是以色列团？我分享一下主要是因为 Rafid 他是也门裔，他是从小在也门出生，可是他在以色列长大，然后他之后呢就到纽约去学习音乐。虽然他整个团队当中的有一些伙伴是从纽约来的，有一些是从以色列来的，所以他们的音乐呢，他们用最传统的那种中东的音乐作为根基，然后慢慢加一些爵士音乐、放克音乐，然后电子音乐进去，所以有点流行的元素在，所以他们现在就变成整个全球争相妖艳的团队。哇，懂期待哦！刚才你看这个 VCR 底度哦，它就有那个背景音乐，其实就是 Yemen Blues 对哈。对。他们编曲真蛮流行，不过给它冲的风色，还是有那种传统的那种吟唱，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好，懂期待。要跟你马兹卡是我们10月21号的最后的压轴。我们希望我们整个节目的安排呢，希望可以符合老中青。所以马兹卡的话，我们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青年的朋友们一起来听他们音乐。那这次马兹卡的演出呢，也是我们在脸书上面或者什么，很多朋友都说他最期待就是马兹卡。哦，对，哦，好，让大家期待一下哈。泰嘎东花堂马兹卡就是原住民的雷鬼音乐哈。本泰的堂会有买某 Q 用啊，看这个编制也觉得这些绅士们可以有没有懂贴片？对，这4位呢，是爷爷级的，非常祖师级的一个团队，他们是来自匈牙利的，叫 Muzikas， 然后中文叫做音乐家合奏团。比较长一辈的观众朋友应该知道他们，因为以前有部电影叫《英伦情人》，《英伦情人》里面有个配乐就是用他们的音乐，然后他们这一次来的话比较特别，就是我们千里迢迢把他们邀过来，然后希望他们带来除了是匈牙利最传统的音乐之外，他们也带了2位的舞者一起过来，所以就会有年轻的2位舞者，一男一女的舞者，然后搭配这4位爷爷一起在台上的演出，相信是很令人期待。所以他们会呈现匈牙利的舞蹈，对，舞蹈跟音乐一起。东京菜，高亚根呢？这个呢是西塞乐团，这个乐团呢是来自厄瓜多尔的乐团，然后他们的
他们的乐器就是传统的排箫跟排笛。那我比较特别的想要分享的是他们在讲座的他们的工作坊的部分。他们这次呢，他们第一次被我们邀来，然后就希望他们做一场就是厄瓜多尔传统的舞蹈的工作坊，所以他们也是很战战兢兢想要分享大家的舞蹈给大家。哇，跟他们三有共同，就同其他没谈到，韩国看到佢哋嘅表演了哈，所以我们音乐跟舞蹈的工作坊，我们都要去听，都要去看哈。好，过来一个，这个是不是刚刚这个 Musica 佢哋嘅帶來嘅舞者哦？对，这就是2位刚刚我讲的匈牙利合奏团他们带来的舞者。然后这个舞者的话，我们希望他们把最传统的匈牙利大家一定要会跳的舞蹈带给大家。所以我们的工作坊就是安排在礼拜天的下午，大家就可以一起学跟们跳舞。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就可以他们在台上演出，然后下面大家就一起跳，就是边唱边跳。好棒哦，真的很好玩。然后，这个呢？这个是一个国际讲座，就是 Yemen Blues 的主唱 Rafi 跟刚刚讲的 Inulado 主唱他叫 Alena。然后这一个讲座是我特别去跟他们沟通，因为他们2个原本是都不认识的，可是他们2个的乐器，像也门 Blues 他的乐器是 Grunbury， 是中东一个很传统的乐器。那我刚刚介绍过那个 Alena 他的乐器 Sapé 是马来西亚传统乐器，可是他们都长得形状差不多，因为他们都是鲁特型家族的。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说，我们可不可以把你们2个变成一个工作坊一个讲座来分享？你们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的传统的乐器，再来，因为他们现在就比较改变，他们就这个乐器传统乐器他们都会插电了，所以就是有一些新的元素，他们怎么把它变成新的元素加进来，然后再来是希望他们2个在台上就互尬一下，捐鸣一下，按你讲起来，其实他们根本就是乐器是同个家族的啦，对，本期到呢来交流一下，来表现一下哈。看到安尼佩蒂哈同安个介绍，他还每次的哇，单枪呢，其实团吹就按响的呢哈。当他们在现场展演的时候，一定会让大家耳目一新哈。等下继续在到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一下世界音乐节还有很多精彩内容哦。爱做，爱做，春水艰辛梦天堂，爱做，爱做，风跳水面，爱做，爱做，海中风浪一条鱼。把流动水难死，滚白滚泪天雨，银灯流色金龙轮，爱做，爱做。大家真都歡喜來咧，今日同大家分享2018世界音樂節哦。家下呢，佩蒂同大家介紹很多嘅團隊哦，非常嘅響應哦。我當好奇哦，其實在整個節目的編排裡面，有特別把音樂家跟音樂家之間的交流，還有樂器之間的跨界，有很多的對話哎。
对，我们这次是希望可以把音乐家跟音乐家放在一起，然后因为他们自己放在一起，他们就会产生很有趣的那种玩法。然后也是希望，比如说我们特别把刚刚讲的那个萨佩琴跟那个 Grumbly 拉出来，原因是希望让台湾的民众可以来参加音乐节，获得到一些知识。像这2个乐器就是在中东，Grumbly 它在中东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乐器啊，就是大家都大概会知道，就像在台湾、中国我们就知道二胡一样。那萨佩琴在马来西亚的话，大家也都知道，可是，在台湾相对而言就相较于陌生。对，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节目安排当中会希望有一些传统乐器的影子在里面，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团队叫做问他乐团，他们也有西塔琴，然后加上二胡的这种跨界的一些合作。歌手懂神奇哦哈，其实里面看到很多，包括讲座啊等等啊，有舞的部分，也有器乐的介绍。全以蒙代本泰嘎就懂丰富给出来听音乐，就是有很多的知识哎。是，好，迪度有特别，我觉得国际讲座的部分啊，甚至是有很多是在国际性的这音乐的视角，在现场跟大家分享。对，就是我们这次也会请到了4位来自俄国，然后日本，然后以及美国还有蒙古的4位国际策展，然后直接把他们邀上台，然后就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做国际音乐节策展的时候有一些什么 people 啊，有一些什么策略啊。然后因为通常我们去年前2年半的经验就是有很多人。相关产业的人就会特别过来听他们讲座，那下面发问就会很踊跃，很想要从他们身上挖宝。原来是安内哦哈，像还有谈到一个故事，有个故事哦，因为去年3部有演出嘛，他们也是从每一年都有安排这个音乐家的交流，他们自己因为这个音乐节哦，真的是音乐家互相变成好朋友，会有很多的对谈。对，就是桑布伊的故事蛮神奇，就是我在现场，就是我们去年有邀2位英国的手碟的音乐家，然后其中一位叫 Daniel Warpers， 然后他跟桑布2位就是他们不在演出的当天，其他2天他们就来音乐节玩，他们就在现场的时候就遇到了彼此，然后彼此就说，我昨天听你的音乐很棒啊什么之类的。可是他们在交流的时候，因为桑布不会英文，可是 Daniel 不会中文，可是他们却不用我翻译，主要是因为他们就拿出他们的手机用 Google Translation 直接一个讲过去，然后他们就这样交流得很彻底。哇，太棒了！所以用音乐做外交也最后也好。我想这一次有东东其他主编发通，我觉得周边的活动让我觉得非常想要来体验呢，真的来体验嘛哈，有这个节奏律动的体验。好，甚至是你可以在这边可以填一些，你如果有疑问，你就可以填问卷，然后还会送你一些限量的一些礼物等等哦。像这个律动体验，还有特别安排街头的表演呢。对。这次的律动体验，我们做了3年，我们叫做Drum Circle， 然后也获得非常多的回响。就是我们在整个节目跟节目进行中的一个空档的时间，那观众也不是闲闲的，他们很忙，还会去玩一下Drum Circle。就是我们会邀请专业的西非鼓的老师，然后来带领大家如何打西非鼓，然后大家玩一些节奏。所以他们在短短的15分钟内就可以学习到一些西非的节奏，然后可能摸到鼓这一些的。对。可是它是有场次哦，哈，一天有2场的，对，一天有2场，只要去就可以嘛。如果去就可以，现场有10万人，10万人都可以体验嘛，对。希望可以满满的都是人，因为老师也可以说我们用手一起打，这样子，对，也可以嘛，打自己的腿啊，打节奏，是。哦，很好呢哈。可是这一次的舞台其实分地球舞台、岛屿舞台，各位周边活动的街头表演，对，所以在整个环境的设置，它是毫无冷场，是非常丰富热闹。好 ，TPA 有一个地球市集，对。这次的地球市集就是我们前面有分享过，就是同仁们好不容易选出110摊，然后这次市集的话，我们跟往年做比较不一样的发想是，我们希望开发一区叫做咖啡区，就是观众真的很累想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到咖啡区，那这咖啡区就是不是它的咖啡也大有来头，就是世界上不同的咖啡国家的咖啡豆，然后不同的冲泡方式，然后不同的烘焙程度，所以在那边都可以体验一次就可以
可以喝得到好喝的咖啡，然后又可以听到音乐。哇，很重要不吼？好，所以欢迎大家轻松逛，热情买，就按那就做个。这一次好像规个世界音乐节哈，特别强打亲子可以共有啊。我们的音乐节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这也是我跟策展人，我们这几年呢、在几个国家看到不同的世界音乐节，他们也是主打整个亲子族群，他们是希望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就一种传承的概念。然后我们也是希望爸爸妈妈可以一起有一些工作坊，是孩子们跟妈妈可以一起玩的，妈妈可以协助小孩。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捕梦网的工作坊，是 C 赛自己特别的教师自己来分享的这个工作坊，那小孩可能就编一编累了，然后妈妈可以一起编这种的。然后我们也有一些亲子友善区域，然后供爸爸妈妈带小朋友休息。对，然后还有我们的现场的装置艺术的部分，也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做一些互动。我们装置艺术这次邀请到的也是来自新竹的艺术家，然后他的装置艺术呢，就是用竹把它编成很像一个洞穴，它的名字叫做妈母。那这妈母的话呢，小朋友可以进去里面，然后跟爸爸妈妈一起有一种互动性。哇，进去里面先不要出来，爸爸妈妈先去看表演，就是可以让小朋友也有玩的空间出错哎哈。古手要拜的赛给哈懂 TPA 就是也是有别于很多的音乐节，就民意给无论是器乐、音乐，甚至让大家能够吃喝，甚至亲子的都规划得很详细。好，就分享大家看下来了。当然来说，今日来到节目当中，嘅创作歌手 Misa，爱看表演。那你爱去嘛？嘅时间呢？3年多了。哦，3年多了。我嘅 TPA 有人讲有观众朋友讲，啊去会一天爱谈到 Misa， 因为有很多活动，可能会昂的呀，会去体验啊。可是那个时间也留下了嘿。那你嘅那时间，啲哪个舞台呢？10月21日。拜二嘅下晝頭5點嘅時間啲島嶼舞台。哦，下晝5點 ，Misa 跟地下拜二嘅時間哈。好，大家記得咯哈。要拜2018嘅音樂節哈，就愛老大家見面，10月份了哈。現在正在籌備明年的哈，故說有興趣嘅趕快投入我們世界音樂節的懷抱哈，去台灣辦到非常好嘅音樂節，再一次同大家分享推薦。今日感謝兩位來賓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哈，我們現場見了好嗎？好，安子噻，感謝所有朋友嘅收看，等一下我聽先生來做運動喲，張來了，拜拜。